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天天笑甲规下晡。阮的笑亏是满仓库，剧情趣味是一步又一步，来又来又入来遮济，入来遮济。公娶孙，爸娶囝，翁娶某，妹娶兄。 小鸟你大听，阿公啊伫遮坐，阿婆真歹势，阿公啊对阿婆搁生一个宝贝，阿婆才知是阿公啊看天天开心，暗爽在心内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 今日要甲恁讲的就是讲公德心啦。哦，公德心真侪项哦，真侪项，太侪太侪。我咧进前哦，有一几啊，就一个人哦，啊看到，涂骹有人落1000块。哦，伊就看，无人，伊就全杀起来，全洗过人家。扣钱就对啦。扣着人个啊，扣监视器看到啊。啊，人就去报案啊。讲这啊，扣1000块啊。 啊！你像咧，派出所就甲这个案就开始甲处理啊。有代志呢？有代志啊，赔6000。哇！安尼袂使啊！无存我过。安尼互人一个警惕啦，后摆要扣钱要看有监视器无？哦，那阮做囡仔较上好，阮了拢无监视器，我若涂骹有钱哦，我看怎卡大咧。我是我就知。但无人咧看遐加咧白下大，哦，啊白白才从下对起唔起来。你是大钱哦，跟阮做囡仔时阵无共。阮做囡仔10几岁的时阵就开始学食薰，学食薰佫无钱拿去分担买，啊，就看人你分几啊，单调就买，莫带，我迄分龟我要爱。哦，安尼生活足善的哦，安尼几咁穷。系啊，无多啊，迄人10几岁啊，即摆60几岁啊，50几年前的代志。对啦，钱袂收袂扣。哦，你看电视我嘛袂用学袂扣啊。啊，迄当时人嘅钱足重要喎，即个人嘅是迄落喎，每人要出山要用嘅钱啊。救命钱。胖见嘿啦，啊扣的人佫无摕去用，你看偌可怜，落去偌紧张啊。所以要有公德心嘛。哎啊，有个人迄钱扣咧提报案吼，半年了佫用提转来。那无人去领就对啦。啊，有扣较济。扣3成，哎，扣较济，哦，个人讲你3成啊，个会红报迄款好人好事。哦，安尼袂歹呢，扣着钱佫袂歹。咱讲真扣着钱吼，一定爱拾金不昧。啊，今嘛就来看咱轻松佫趣味的得叫。来。你是我的生命。哦，好歌嘞，好听好听。谢。阿叔加油！哎，加油哦！你的迷人笑容，你的可爱模样，在我脑海，在我心内，不时徘徊流连。 大声叫出你的名，你就是我的生命。是怎样？哎呦，这两位拢这么实力派，比我那姑人压力越来越大了哦，竞争越来越激烈了。接下来，再来欢迎咱第3位的参赛者丽丽小姐。加油！
真关人嘿，你够难做嘿，真歹唱。算了，继续吼，过来，搁一位，搁一位，够哦，欢迎咱的坤哥哥。哦，啊，压力很大的哦。开始哈，这做人啊，迄个做司仪吼，我叫坤啊吼，我来安排这条老歌江都夜舞吼。水哦，好听。大家拢非常的厉害吼，咱只要吼，咱只要进入这个决赛吼，这一位吼，咱就签约金吼100万。哇！这么多，这一定有啊！放心，咱是公开公正的，所以吼，哇，大家分数才算尔。首先吼，上介绍的吼，一个吼，就是我这哦，糖糖。太可爱了吼！第二个吼，就是吼，咱这丽丽。过来第三位吼，这唱歌非常有感情。愈来愈紧张咯，感情足重的啦吼。真正好，安这青雅哥哥啦。习惯了。拍谁？咱要总共吼要选4位啊，过来就是咱这个嘉平。嘉平吼，甲咱这个文哥吼，唱了拢真好，不过吼，阮就吼今仔主题是唱歌，所以呢，阮决定啊。要甲咱这个嘉平吼发展去迄个马戏团啦，我传这久，我练足几工，你安尼无选我，无公平呐！较适合你反正准备吼，进入咱这个决赛啦！天天开心。但明仔就要总决赛，我即摆吼规个心肝头皮爆彩，那我咱无声，
再见有等食中国菜。哎呀，但我即摆是要安怎度好？喂，喂。阿哥哥，哎，你伫遮？哎，汤汤你会来？我就想讲明仔载要中国赛啊，我想要来熟悉场地，较袂紧张啦。哎，我代志拢互你讲去。哎，我本来嘛是安尼了。真的啊？嘿啊，我想讲来遮，我困袂去，我会惊场，我想先安尼小熟悉者。哎，咱两个想法拢同款。真有默契哦。哥哥，你敢阁会反对我歌唱比赛要做歌星？其实吼，我早来讲你一定成功的啦。你歌声真迷人啊！我是咧惊讲万一你若红了吼，你会唔插我吼，所以我唔知一直咧阻止。其实我甲你讲，我唱歌吼，足好听的，比你阿姑较好听啊！我甲你讲，嘿，我是最近看你甲迄个制作人两个吼，我咧行遐活吼，我心情郁卒啊，我淡暖高粱安尼拢顺的咧，啉甲唔知无声去。是哦，若是听你咧讲，你都无反对啊吼？会啦，我会点点支持你啦。但是吼，我嘛知影啦，你看迄偶像的迄无天王天后遐，尾啊你要看乱情一个曝光拢嘛见光死，你看什么周杰伦啦、蔡依林啦、侯佩岑啦、阿妹啦，对吧？大家尾啊拢爱唱，所以哦。你免烦恼啦，就算讲吼明仔载歌唱比赛，我有得冠军，得冠军嘛无一定出唱片嘛，就算讲出唱片，也无一定会红啊。毋过吼，你放心啦，我若讲吼，真正有机会红吼，若接受访问的时阵，我就会讲吼，我真感谢有一个我足好的朋友叫做阿军哥哥，伊原本是反对我做艺人，后尾吼支持我，所以吼我今日当成功，我爱感谢伊。你这话我吼，等你若得了金曲奖，才摕出来讲啦。金曲奖哦，我甲你讲哦，我若得金曲奖的时阵，你起来，我就会邀请你吼，陪我行这个红地毯，行星光大道，接受粉丝的欢迎，咱行一遍好不好？我来感觉袂输，咱两个要行入礼堂安尼哈。来这边。阿公哥哥，你一夜长大呢。尼一暝尔吼，你的思想吼，甲你的迄规个人吼，感觉足成熟、足稳重的呢。我感觉有你这个好朋友足好的了。莫安尼，来讲。莫安尼哦。你即摆若叫我看到吼，会影响你下摆的票房，咱小可保持一个记录。好，较去算，我会吼到远远的所在吼。祝你成功，你若做大歌星吼，我感觉嘛是到民宿遐咧固定落。阿公哥哥，莫伤心啦，无，咱握手，咱明仔载同齐加油好不？握手哦，唔好想我。莫想我。安尼都较袂去互看到。加油加油！加油！这个中国赛的这个自选曲拢已唱煞，你们宣布名次啊！有请咱的制作人宣布咱的4位曲3位哦。大家拢真够唱吼。来，首先吼，咱这唱了上介好，是咱20几年来头一届听到这么好听的歌声，足有感情的哦，就是咱这个青雅哥哥，哎呀，太好了！非常感谢爸母生我哈。今日哦，我这会当得第1名，我把这个奖品拢送予恁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来第2名是。第2位哦，是一个美女啦，人水歌阁好听就是咱的丽丽小姐。唱歌。
一位啊！嘛是最后一位啦，吼。咱这最后一位吼，就是感谢我的爸爸妈妈吼。我买啦，我第三名，我要第三名哦，糖糖啊，我要年我要弃权啦。君诶，你这个动作算假呢？你第三名啊，也毋是你是咱这个糖糖啊。第三名是咱糖糖小姐啦，恭喜哦！太高兴，太高兴！咱即摆吼，3位吼爱选你的情歌对唱，3个你选2个，一年出2张，哦，100万的奖学金啦，一人100万，咱前面就一人100万哦。哇！我建议一个啦吼，糖糖，我是感觉你老公安尼这么甜丽，这么少年吼，嘛一心希望你会当做大歌星哦，所以吼你爱含你老公对唱一下。买啦，情歌呢？情歌就你爱唱阮阿姑，唔才对。哎呦，情歌就唔一定假使若要糖糖嘛，就爱甲滚啊唱情歌，阮两个，无啦，一个阿姑啊，一个查某孙啊，要咱唱情歌。我首先你替我唱啦。对啦，阿姑你唱你一个啦。啊无啦，甲你讲这就无一定情歌，就是一定爱情人在那边。丽丽，我是要唱出我的心声。虽然讲我爱慕你遐尼久，但是将来毋免两个人困斗阵。我希望讲会当唱就是双人枕头。哦，我的心声好。太好了，来，情歌对唱啊！谢谢。双人枕头若无你，也会孤单。棉被脚到若无你，也会畏寒。你是我生命的温泉，也是我灵魂的一半。为着你，啥物艰苦我嘛不惊。为着你千金万金，我嘛敢担。少年的代替你的经验，爱你的心，爱你的心，你敢会知影？我的眼光真好，就是这2个啦，这2个签了就对啦。一年2张，啊，一2吼100万的签了。公司要发啦，公司要发啦，庆祝，好庆祝系啦。啊，怪不啊，歹势啦，是不是？咱是搁上场，结束啦吼。是毋是？请问你敢是黄巴拉先生？大家嘛知我这组是我黄白啦，对啊，系啊。我讲哦，有人报案，伊讲你对病头走出来。病头走出嘿，是安尼啦。伊较早是制作人，但是公司倒了后，伊就小可拍带。拍带？我制作人咧拍带，我走出院啊咧。行，对我转来，病食药啊。我制作人咧。我知，你是制作人。我制作人咧。我真正制作人。不是啦，我主持人呢，伊制作人，我主持人，我主持是阿明了啦，等我一下。这心经的啊，安尼去中了小的啦。啊，200万无去啊啦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各位乡亲，咱今日要甲恁讲的是友情，友情，人人都需要友情。讲这条歌哦，真好听哦。这林文龙伊作曲的，伊主唱的，真牛呢。即摆人哦，哇，头鬃、喙鬚拢白啊呢。我之前个拄着到你台中啊，个平我个少年较少。哎呦，那高价呢？讲头鬃、喙鬚白啊呢。啊，拢有脚头脑拢写好歌来听。现在讲这个友情，我最主要是要来讲这个3
都爱新，人都爱旧。啊，这解说衫了看这新衫嘛，穿起来足哦，潮潮，啊，你若讲人吼，一定爱旧的。旧的较好。哎呀，你若人旧安那好咧？安那好？等完洗外，唔免搁穿。哦，较知屈势啦。对啦，啊，你像友情嘛，你知你的脾气。对啊，我就知你啉到几分醉，我就紧载你去困啊。对。迄是咱吼，咱小较有会的长辈吼，才会珍惜这友情。即马吼，少年人哪有注重这？就讲迄查甫囡仔，我交女朋友愈新愈好。哎呦，千万唔通哦。真正你讲这愈老的吼，愈重感情呀。阮阿爸因呢。大概拢4骹拄啊好去饭店啊，我一个先等于剩你3骹了，捡着怪怪，搁剩2骹，连咪拢转去啊，感情伤好啦。剩一个才无怎啊捡。哎呀，剩了就袂伊啊。伫台东啊，嘛是啊，装卡啊，啊人因老伙仔人有老伙仔伴啊，咱就想讲啊，若要甲叫去台北吼，感觉会足孤单，所以会伫遐吼，啊会过了身体若健康，有遐老伙仔伴伫吼，逐工足快乐的呢。是啊，像讲凤飞因老母凤妈，一间间若去到后台吼，啊就请啊，咱来比红点。哦。因为闲啊遐比，就逐摆拢伊赢。你嘛是朋友啦。你有见到真你这样，你我若无朋友，我理丢都袂掉啊。嘛是拢靠朋友甲咱支持。真的，所以朋友最重要。咱家己本身啊做了好吼，朋友就会久长啦。是，对。所以呢，安尼吼，休一个，今仔日呢30分钟就够咯，要搁甲恁讲再会咯。哎，咱今日天天又开心嘞，要奉劝咱大家，钱是开的源，朋友是永远，在家靠父母，出外就爱啊，一律靠朋友。无过中秋，搁在阮斗相情。为何爱恁的心对阮这无情？甘愿为爱牺牲，向天来证明，可惜真心亲像秋月藏天顶。怎样搁再了伤心？只有拜托月娘替阮来求情。